大家好，我係小心呢個 channel 關於美股同玄學嘅。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訂閱。如果想知道 update 嘅美股資訊，可以訂閱我個 Patreon 嘅。咁我嘅新書《美股通勝2026》咧已經係出版咗啦。如果你想拎到咧，join Patreon 嘅。咁今日係2026年1月24號。咁啱啱嘅一個星期啦，相信大家都經歷咗一次嘅美股板狼來了。咁就上個週末啦，為咗拎到假令懶啦，Trump 狼咧先至宣布2月1號開始咧，要對丹麥、英德法、挪威等國咧就徵收10% 關稅，6月咧就加到25%。咁啱啱先至過2日啦，Trump 咧又係撤回呢個言論啦，咁股市咧又轉即係由跌轉升咧，就升翻300幾點嘅。咁今年2026年啦，相信 Trump 嘅Taco 咧係會越嚟越頻繁，咁 Taco 嘅簡稱就係 Trump's always chicken out 啦，即係特朗普總係臨陣退縮。咁係2025年咧5月美國政界同金融市場嘅流行嘅縮寫詞嚟嘅。咁呢個講法咧係源於分析者就認定咧特朗普政府咧喺推行解放日關稅期間啦嘅行為模式嚟嘅。即係指出咧，特朗普咧成日對外宣揚徵收關稅啦，但係咧事後咧就一再延遲執行啦，以爭取更加多時間嘅談判。咁同時咧就俾市場咧有機會反彈。咁最壞嘅情況咧，而家真係好似每個星期都有一次狼來了咁樣啦。咁都可以多空相殺嘅。咁雖然我之前講過咧，今年係熊市啦，但係如果 Trump 狼咁樣日日變幻無常咧，即係日日狼來了咧，其實空軍都冇運行嘅。咁所以我覺得係保留現金啦。如果大市有跌啦，再買現貨啦，先係今年嘅投資嘅王道。咁第二件事咧就係想講下 SOXS 啊，即係我真係覺得係呃人嘅。我唔知聽眾裏邊咧有幾多個係買過 SOXS，但係原來唔止我一個啦，唔少人咧係 forum 嘅人咧都話嚴重覺得 SOXS 係呃人。即係如果你話之前你話 MU 啊、INTC 啊呢啲日日升啦，咁SOXS 跌到咁都冇嘢好講，但係琴日居然係 INTC 大跌咗10幾個 percent 啦，SOXS 咧都係升唔到幾多，真係覺得 SOXS 係呃人㗎。咁第三咧就係相信1月咧最觸目嘅就係 INTC 啦，因為咧22號收市之後咧財報咧係由54蚊跌到去即係跌咗17% 去44蚊嘅。咁我一啲都唔意外㗎，因為我只能講咧，即係今年升得越高嘅股票咧，跌落嚟嘅機會係最大，因為2026年其實好多美股係都要破財，咁所以而家係升得越高嘅股票咧就係越危險嘅。咁而且你估佢哋真係做火箭咁可以日日咁樣升係咪先？